Hello，大家好，我係策展人 Ason。今日咧就係第二日咧喺法國巴黎嘅。咁我今次喺巴黎咧都係有嘢做嘅。咁啊籌備咧嚟緊呢幾日咧嘅香港畫家巴黎展覽嘅。咁今日咧就帶大家咧就嚟到一間咧好特別嘅博物館。呢間博物館咧就同其他博物館有啲唔同嘅。我哋平時都會去博物館睇一啲大師級嘅作品啦。咁今次咧呢間嘅博物館咧收藏咗咧法國區內咧一啲叫做咧樸素藝術家嘅作品。咁呢個博物館咧就叫做 The Musée Art Naïf 嘅，就即是顧名思義咧，就即是係樸素畫家嘅作品。咁我自己本身都係自學嘅，咁我讀設計畢業啦。咁喺藝術上都係自學，咁都有少許一點點嘅成績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喺未來都係希望咧揾一啲喺香港嘅自學畫家咧，去令到佢哋嘅作品咧可以帶去世界各地展覽啦，同埋希望俾多啲一啲認真嘅展覽咧，俾呢一班嘅自學畫家嘅。咁講翻呢一個Naive Art 嘅內容，咁佢哋咧就主要係自學嘅，自學成才。咁如果你話香港有啲乜嘢畫家會係自學係比較出名嘅咧，就如果現代嘅可以我哋揾翻陳福善啦。陳福善係一個著名嘅香港畫家啦，佢都係屬於自學畫家。咁佢就都有讀一啲藝術課程嘅，但係佢就冇藝術嘅學院啊，或者一個學位去畢業啦。咁都係自成一個風格，令到佢嘅作品好獨特啦。咁自學嘅畫家咧，通常咧佢哋會創造咗一個好獨特嘅畫風啦。用一啲好色彩豐富嘅顏色啦，同埋用一種咧好密集嘅方式咧去重現佢哋嘅繪畫方法嘅。咁今日咧我就會帶大家咧入去呢一間博物館啦，睇下咧法國嘅自學畫家啦。